欢迎来到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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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发，我是一杰，我是明华。哎姐，我觉得现在什么都讲求客制化，对不对？现在连衣服都可以客制化哦，自己可以当自己的设计师。像是纽扣呢，你想要它位置在哪里都没有问题哦。说到了纽扣，就是 nail nail 就是纽扣哦。那么其实啊，这样的店真的很特别哦。你可以自己决定一下，哎，今天这件衬衫要不要口袋，要不要臂章，甚至是想要拼接出一件衬衫呢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自己做自己的设计师。我们刚刚提到的衬衫呢，就叫做虾子。虾子就是衬衫了。那其实这也很简单，你只要到店里头选自己想要的配件，自己呢决定自己的风格，接着呢跟裁缝师傅沟通一下就没有问题喽。裁缝师傅就是裁缝师傅。裁缝师傅啊，就是裁缝师傅。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这件衬衫是定做的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要两虾子黑，听做给；要两虾子黑，听做给。今天勾勾公哈发，让你当一下自己做设计师的感觉。小姐，我想要定做一件虾子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先选布料，这边请。好。小姐，我虾子的布料选好了。那我们直接看电脑。我想要粉红色当主色。好。那我们接下来可以来选纽扣喽。哇，这几个 nail 都好可爱哦。对啊，我们的选择有很多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哦，裁缝师傅啊，他们做一件虾子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呢？大约需要7个工作天的时间。7天，好，那我到时候来拿。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店好有趣哦，下次应该要多去体验几趟。对啊，自己设计的衣服哦，真的是独一无二呢。所以啊，今天赶紧帮大家复习一下教给大家的这一些客家话哦。首先呢，帮大家复习的就是裁缝师傅、裁缝师傅。裁缝师傅就是裁缝师傅了。那其实自己可以决定纽扣的位置哦，纽扣就是 nail nail 就是纽扣哦。那么同时啊，你自己做自己的设计师，设计出独一无二的衬衫，衬衫就叫做虾子，虾子就是衬衫了，没错。今天最后帮大家复习的一整句话呢，就是这件衬衫是定做的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要两虾子黑，听做给；要两虾子黑，听做给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就带您感受一下自己的时尚感喽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